觀眾朋友，今日個項目翻收看放起來，喺阿面頭劉浩明。我哋過早期睇醫院嘅時節，許多醫院呢常如果講，那生意走天講哦，冇得走偏嘅。但是聽到時代進步更加唔單止走天講，於是我哋希望嘅 MRI 冇嘅核磁共振，佢都係對有東西翕出來很樣嘅咯，都係同我哋咧檢查身體有乜關係咯。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係一個醫師風沙呢，一個先生一個專家，而來到我哋現場，而家同我哋講，一段時間而學嘅乜東西，同時我哋喺醫師風沙喺乜嘅一個內容，我哋馬上嘅反應，我哋來自屏東嘅邱啟峰來到現場，啟峰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林路嘅邱啟峰。啟峰我問吼，因為其實人家應該講，我哋以前講到做天講啦吼，好做片嘅，無論人家講乜 MRI 吼，其實我哋講，也係因為其實一啲年紀都一樣，如果對醫生來講嘅話，而冇唔提講。都係有乜嘅問題，可能第一件事情都乜驗血啦、驗尿啦，一照 X 光啦，其實做起來以後，我哋提講，醫生都可能會做段也片嘅，來看下嘅東西。但是我想問一下，都出嚟都講嚟講 ，MRI 同一般的 X 光翕出來嘅東西有乜嘅差別啊？以 NR 來說啊，其實 NRI 主要是看軟組織，對，它看對軟組織的效果會比較好。然後以一般的 X 光啊，它是看就是比較硬，因為它是用密度來做一個成像的，所以說在看骨頭的時候就會比較明顯。好啊，第一，你意思是講，其實種骨頭的骨硬的東西，其實一般做起來都來講嘅話，就天光、X 光都可以嘅。但是看到嗰種軟那個組織，譬如講我哋那胃啦、肝啦，有傷嗰種東西，就是要用 MRI 來看得出嘅。不完全這樣說啦，但是大致上是這樣子。有時候還是會依病情的需要，然後做一些需要來做什麼樣檢查的判別這樣。因為我發現到講，其實你講講牙頭事情的時候，你不講到各有刺激，從一部分的東西係唔完細路，會有興趣嗎？算是，其實我小時候對生物啊這方面比較有興趣啦，然後也有想過，就是是不是可以來走這條路啊，就是投入就是生態保育啊，就是偏向生物這一類的學科這樣子，對啊。可是當時其實也會遇到一些問題是，有些師長其實會知道說這一條並不是那麼主流的一條路，對，所以就會相對的也會比較薪資比較沒有那麼的漂亮啦，可能在社會上生存比較沒那麼容易。咁當然你講完細其實好係生活，係啊，好係生活，但是後來從慢我開始做我哋呢醫師風沙師也要工作咯。對，其實我是先在高中的時候先去念了電機科這樣子。對，所以就念電機，他們講完細講好生活，算是第二大興趣啦。對，如果摒除生物這方面的話，對，就算是蠻喜歡電機、電學這相關的。對，所以後來也還是去念了電機這樣。對啊，算是權衡之下。天機特會有興趣嗎？其實算還好，因為它要算的部分很多，就是蠻看重就是數學能力啦。對，也算是我個人比較沒那麼厲害的部分。對啊，所以後來也因為是那時候的指導老師的邀請，說就是我的實作做得還不錯，對，是不是要來練練看比賽？對，所以那時候就去參加了這個全國技藝競賽這樣子。對，然後當時在做這個工業配線啊，還有做這些寫程式方面，對，獲得了一點小成績這樣子。嗰時等於講，你這個等於去參加下比賽以後，都有得獎嘛？有。咁而嗰種人我講，其實你這個會對天氣有興趣，同爸爸有關係嗎？爸爸算是比較開明，比較支持我們自己的。爸爸嘛係做天機的工作。沒，爸爸做也係土地推數。土地推數。不過一開始係做也係職業軍人啦。對，他小時候也會希望我們，可能以長輩的心態啦，就會覺得說這一條是個不錯的路。對，也會希望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報考這個
军人啊，对，成为一个保家卫国的军人这样子。可是爸爸对以前係职业军人，後來變成土地退署。係啊，其實兩個工作算是個穩定的工作，嚇，職業軍人嗰種即個繼續做下嘢吧，其實嘛可以繼續做下，算是一個可以保障嘅工作啦。啊，土地退署嘅話，你等於講，人家都講唔是求人嘅工作啦，嚇，你操盤工作嚇，你嘛係算是一個穩定嘅工作。可是當初一兩個人這個有想過冇？其實爸爸也是極力推薦對，其實也可以明白這樣的一個想法啦。畢竟自己覺得接觸了什麼很不錯的，也會想要讓自己的兒女可以也以這樣子的可以傳承下去啦。對啊，但是小時候有想過去報考這個中正預校啊，沒想到有這個先天的地中海型貧血。對，所以在體檢的時候就被刷下來了。對啊，就這條路就沒辦法了。對啊，然後後來也有想說，就是接父親的代書這一方面啦。對，所以相對的也可以讓我在記憶競賽比賽比較更沒有後顧之憂啦，可以好好的就是練比賽。對啊，也基本上談唔出先咧。人家講有咧做退書，伊的後路，咱可以專心比賽，怎麼樣嚟講咯？其實也不是這麼說啦，應該說我們在練這個比賽，你可能需要投注1至2年的時間，你會把你很多可以念書的時間都放在就是練比賽上面。對，所以相對的做一個選手，你的學科的部分，也許就會比同年齡的其他人還要有所落差啦。但係如果講其實我哋看到嗰度選手嚇，唔講係冇同樣嘅技術排門嘅選手，但係講伊喺學校練習嘅時間，你像我哋一般嘅運動選手一樣嘅，但係如果伊裡頭愛多練習，變成冇一般嘅科目咁樣上出嘅。對，會，畢竟時間有限嘛，對，所以就會有所分配。等於如果你一開始愛行選手一條路嘅時間，如果有要覺悟，是這個意思？我覺得其實取捨之間啦，人生有時候就這樣，當你取了什麼，就必須捨棄什麼。對啊。但是至少你這個有最慢有得獎啊。對，運氣不錯。也沒運氣，也絕對沒運氣，絕對很努力，係啊。咁問題你這個幾時間因為愛去準備比賽嘛，可是冇辦法睇按多時間喺我哋嘅學科上面。咁後來你雖然有比賽有得到獎，哎呀得獎有本後來嘅成績有乜個天數？其實他這件事情改變了我人生非常大的一個部分。對，因為在記憶競賽有得獎，所以有獲得這個績優保送的這個機會。對。一個績優甄試啦，對，所以也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申請上了這個我們的大學的部分，就是慈濟的放射系這樣。對。可是問題係你這個以前係念點天機的呀，可是也係一個醫學技放射技術系嘛，其實有另外有些人呢，因為一般來講嘛，也係我哋講也係第二類組，另外係第三類組嘛。其實我在念電機的時候會有一個想法啦，就會一直覺得說我們在業界啊，在做一些維修的時候，常常是一個模組化的在做事。對，就變成說把一個東西拆下來，另外一個模組再把它得裝上去就搞定了。對，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技術成分，會覺得它的取代性蠻高的。對，當然如果能夠念到更往上啊，什麼研發部門當然是另外講。對，可能也知道自己沒有那樣的資質啦。對啊，然後選擇放射的原因是因為，就像我一開始說的，就是還蠻喜歡生物這方面。對，放射對我來講就是把喜歡的生物、人體相關，跟這個電機啊、機械相關的東西整合在一起。你講嘛錯咧嚇，因為頭先我都想講，唔可能你喺天氣上面要得獎，即係講以成像天氣嘅行業來講嘅話，應該相對應可能會較簡單，係嘛？因為你係得獎嘅學生啊嘛，但是你要學以前都一定係啲咧醫學同放射學呢，但是頭先你講嘛錯，冇錯嘅都係一種生物同埋啲機械合併嘅一啲學呢嘛。但是問題係，就像我頭先講嘅，一般人嗰種像講咧，嘅人哋學校上去以後，大部分都係高中考上去嘛。大部分都係T3類組嘛。雖然講即個早期佢考生物，但是高中嘅生物可能話冇讀到嘛。係啊。嗰時候我之前我上去嘅時間有讀過佢情況。好清醒夫哦。
对，毕竟说就是可能我们跟其他就是同学的分数是有所落差的啦。对，所以说就是常常老师在讲述的时候会觉得，哎，班上同学应该都会了。对，其实我还不会啊。对，所以就是会念得相对辛苦一些，然后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啊。对，不过这些算是大一的共同科比较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啊，之后就会上都是专业科目啊，像是放射相关的，或者是基础医学相关的，这样子的话，就算是全班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对，相对的就是大家的程度就比较一致。因为其实我哋大一的新生对我哋来讲，共同科目其实同我哋高中有关系啦。譬如讲普生、普物、普化，唔定就会上普化冇啦。伊就话有会上微积分，然后英语，有的会搞个医学英文，安尼。嗰種其實大一新生上嘅課程其實同高中嘅差唔多。係啊。我哋常常都講其實我哋普物普化，我等於把我哋嘅化學變成英文出題。嗰種我以前我哋英文考唔實，但係看伊本來嘅參數，我哋睇下伊同我哋講乜東西。嗰種等於講因為這個唔係高中嘅那同上來嘅嘛，嗰種等於講對你來講，可能大一嘅嗰種共同科目時間唔會咁辛苦。但是喺大二專業科目上面，他個人都冇學過。係啊。對你來講，我話其實都等於講，他個人都企一條強樣一條條線，強下去走唔到，其實都靠蠻個努力的。係啊係啊。咁問題係，我想問一下講，因為從唔同嘅科學嚟講，其實對我哋嘅觀眾朋友嚟講，我話大部分都唔係講我哋嘅醫學同放射學呢，亦都係愛學乜嘅東西咯。其實我們在放射裡頭要學的東西是算是相當廣泛，對，不只是這個基礎醫學啊，像是生理啊、病理啊、解剖啊，這些我們全部都需要學，對，包括我們之後考國考也會要接觸到的方面，對，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學就是偏生物的，像是放射生物啊、放射化學啊、放射物理啊、機械學啊，對，所以都算是一些比較偏我們放射本科專科的東西，對，所以涉獵的層面算是相當廣。嗰種係有一套，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期逢一套咧學求學嘅過程裡邊，唔係像他個以後講嘅小學啦、中學啦、高中嗰時候太學，伊喺路上其實行下幾條路嘛學幾多東西，但是同時伊咪得到幾多冇同樣嘅一種經驗冇，隨時行我哋下一套能同講。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聯絡個小期貨，同人講以後樣嘅慢慢嘅行業，我哋嘅醫師、放射師也會工作嘅。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先有說明到講，其實唔愛學嘅嗰種太學嘅內容實在幾多，譬如講乜嘅放射醫學、放射生物學啦，嗰種東西。你係咪同人哋觀眾朋友睇有說明一下講，其實唔等學嘅地方。都在係分哪些方面呢？係咪講全部係生物？但為什麼生物裡面又要分成所謂的放射生物學或者什麼之類？有嗎？同一般的生物有嗎？生物學有什麼差別嗎？哦，這個部分其實也會引述到我們接下來啊，你可能到醫院，你可能會進入放射的治療科。對，像放射治療科就會跟放射生物是相當有相關的，因為放射治療科就是給予生物一個輻射劑量，對，讓這個生物去凋零，這個細胞去凋零，通常是用在癌症的治療，對啊，所以也就可以從放射生物去探討說，我們要在怎麼樣給予這個癌細胞劑量，可以讓它有最大的治療效果，這樣，對。好，等於如果因為我哋有的人會用所謂化療啦，或者用放射性療法。對。嗰時等於講我表一太嘅放射嘅一種能量，
比如讲的癌细胞啦，无你讲细胞可以死嘿。可是等于你讲，你来研究也会部分，跟咱的意思就讲，一般来讲的话，等讲放射师只是来照 X 光，其实是太狭隘了，对不对？对，其实我们在放射在医院主要可以分成3个大科啦，对，像是放射诊断科，就是我现在所任职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核子医学科跟放射治疗科这样子。然后放射治疗科啊，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会透过一些直线加速器、回旋加速器去给予这个癌细胞一个辐射的剂量，对，让这个癌细胞死亡，达到治疗的效果这样。对啊。然后像是核子医学科的话呢，这也比较偏向检查单位，对，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有辐射标记的药物，对，打在病人身上。假设这个药物啊，它是会标记在骨头上面，对，我们再去截取这个影像讯号，对，得到的成像里头啊，假设不是骨头的地方有了讯号，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怀疑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再针对这个地方去深入做检查这样子？对。可主要论你的诊断科，诊断科有忙啊喏。诊断科呢是我现在任职的部分，对啊，我现在主要的业务是 X 光跟电脑断层，对吧？其实大家到医院啊，不论你是车祸啊、外伤或者是肚子痛啊、内科，大部分都会先来做一个比较基础的检查，就是 X 光啊，照个胸腔，照个肚子，对啊，然后有需要的话，我们再使用这个电脑断层，可以达到更进一步的检查效果，这样子。可是等于讲，其实风沙内地不会。好，应该讲风沙海人这个吹向外面的工作地方都可以分，也为遗体院的地方如果有分也3个嘛哈，如伊的诊断，好，伊的核子，什么好，伊的放射治疗，好啊，上面其实可能讲工作的2个其实完全无共用。咁问题是，唔等啊，第讲其实唔等更加有国考嘛，有执照，啊，你这个执照地方有分哪类科目？以前有警家模警家就是大家都考共同科啊，共同科，对对对，大家考的科目是一样的，然后到医院再可以选择你要的科目这样子。咁你当初我想要做诊断科呢？其实诊断科算是这3大科里面比较累的，对，可是它其实可以接触到蛮大量的病人，而且每个人的病况都会不太一样。对啊，你要会不断的再去精进，你要去如何把这一个摆位、这一个噪音得照好，达到最好的诊断的效果，这样子。就像头头讲的，其实诊断科其实还算是也3个科地方，算是工作量最大的啦。因为其实这3个科有对我讲，你上班时间你可以的，同埋因为伊的无忙的个紧急的事情，伊其实喺处理喺一般的上班的时间的各种治疗啊行比。但是诊断科的话，你像头讲，可能我应付到几多急诊的病团，对，急诊的事情，可是变成你要轮班，对。跟当初我想那种行业一条路呢，又按麻烦又你这个本身又没靠以后的，你这个我想到行业一条路呢，还是讲以前有从事过类似的那种工作经验？其实以前有曾经待过这个凤凰职工，然后待在这个救护车上一阵子这样子，其实也待了大概3、4年的时间这样。对啊，那个时候是念大学，对，然后就很热血啊，就想要去加入这个，可以跟着救护车到哪里，对，我们就到哪里去这样子。那提供其实凤凰志工天安的救护车上的一个志工嘛，哈，对。但是以外有过去配的一个考试认证啊，因为至少讲这个去上面的事情，等于讲行喺救护车所面临的事情，如果几多嗰种可能讲紧急救护啦，嗰种事情，咁像一般来讲啊，凤凰志工以外有乜嘅認證冇？他其實要考 ENT，對，考完 ENT 1的話就可以符合這樣的一個資格。咁唔上去嘅時間唔可以感覺到緊張，譬如講仲要讀到一啲總嘅幾複雜嘅。一開始一定唔會啦，係啊，就會有學長姐帶啦，對，就是跟着學長姐聽聽，然後學一個看着他們的經驗，等自己的經驗慢慢累積上來的時候，就可以比較迅速的去給予，就是我們當下病人所需要的東西。嗰時候你這個唔驚嚇吼，唔驚。咁像你這個做鳳凰志工嘛，做3年等太好時間去參加嘛吼。啊，有乜嘅你感覺到印象過什麼事情，可能同我哋觀眾朋友做分享啊？
其实我们在救护车上的时候也是会有，就是遇到比较紧急的病人啊，然后也会压 CPR 这样子。对，曾经也是有把就是病人就是从鬼门关这样子压了回来。对于自己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啊。对啊，也是觉得说在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对，也是可以蛮符合自己的自我实现的心灵层次吧。佢把形容嘅種情形咯，佢形容嘅平凡咯。他其實是一個久病臥床的一個老先生啦。對啊，對，然後當下狀況來得突然，對，然後當我們接到任務的時候啊，就當然也是盡速到現場，但是其實我們再怎麼快也會超過5分鐘這個範疇啦。一般來講，我們會就是腦部缺氧5分鐘，可能就比較難以救回來，即使回來也有可能會是植物人相關，對。然後這個案子，我們到現場，然後也是立即給予就是評估，然後需要 CPR， 然後我們就開始 CPR， 就一路這樣子押到了醫院這樣子，對。然後後續就是有在我們的醫療下，就是有在拯救回這個生命這樣子，對啊。對於家屬啊，也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欣慰。其實5分鐘算過夾嘅哦。對，真的，我哋有時嚟講，其實這個冇去求講救護車一救嘅，有時就咁建議咧，我哋講太熱咧，嗰度事情發生嘅話，有時就真的冇辦法講救護車一天內一救來，真的有時就這也是這種東西是沒有辦法去強求的啦，真的是有來嘅時間，一天係用最急嘅方式來，因為我哋有時我感覺到講，有的家屬就不認，因為講你為什麼來那麼晚？因為其實沒有人要願意去耽誤這個時間。的確，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到現場。對，可是以家屬畢竟換位思考，如果我在那個時候也是很心急啊，對，度秒如年了。對啊，所以其實也有遇到，就是我們在救護現場看，就是已經明顯死亡多時啊。對啊，但是家屬也會就是很想，然後希望你可以把他救他，就甚至是跪在地上，就是求你救他這樣子。對我們來講也是，我們也會盡力啦，但是其實就是以一個專業的知識，就是告訴我們這就沒辦法啦。像嗰時人太好嗰時就差唔多都19醫生一夜嘛，18、19醫生一夜，好，等於3年的話，如果弄個算好3年的話，都19醫生一夜嘅年代，其實嗰時間對嗰種人來講嘅話嘛，係其他過獎人那就種嘢。但是對你來講嘅話，你其實嗰年代地方要做鳳凰志工，可能按到因為經濟事件，因為災難事件遇到嘅人事，對你乜個影響？其實有時候像現在剛好過了這個30而立啊，對，也會常常會感受到，其實人生像是一種倒敘法啦。對，當你遇見的時候，相遇的時候，其實也是在倒數着離別這樣子。對，你才30歲就有倒敘法？Oh my god！ 你才30歲，你以為你是某個旅程嗎？冇錯啦，只是我們相見之後就等於是倒數的開始。對啊，所以相對的，也就是當畢業啦，當完兵開始決定好，那我們要往台北啊去看一看大叔祠，還是要回鄉啊工作，多陪家人這件事情，也是猶豫蠻久的啦。當時是決定回鄉這樣子，一部分是因為在花蓮的時候帶這個救護車，你會覺得偏鄉的醫療很缺乏，對啊，所以那時候就會想說，如果能夠就是考上執照以後，是不是能夠回鄉服務這樣？對，再來就是因為想要多陪家人的方面，對啊，有時候像是你到台北啊，你家人生病的時候，我們念醫學的人都會希望說，當家人有身體狀況，是不是可以自己來好好照顧他？可是當真的發生這件事情，往往在照顧自己家人的其實是別人的子女啊，對啊，畢竟醫院也沒辦法讓你就是說請假就請假回家一段時間這樣子，對啊，再加上會覺得說，假設我們到遠方，你可能每年就3節回家，對啊，就這1年可能就是見到這個父母3、4次這樣子。對啊，然後看看就是家人，可能父親現在65歲，對啊，在假設像是以平均壽命來說，可能
对，85岁离开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只能够再见他大概100次以下？就突然觉得好可怕哦，怎么会这个样子啊？明明是个小时候一起成长，然后一起陪伴我们做很多事情的家人，可是当我们成年了，有工作有点能力之后，却跟他们的相处这么少，对啊，没有好好把时间陪对方。对，所以当时也就觉得，还是回乡吧。其实观众朋友常多人在起风讲话方，都冇想到讲，其實就像迄個人30歲嘅聲音嚟講嘅話，因為其實過到30歲嘅聲音呢，其實如果講到講，哎呀，我今日工作我去哪了哦，但是迄個發泄地方，我發現到講，其實對盧卡對也個故鄉，其實有過什麼嘅心情。休息下，等下我哋話有個到起風嘅故事。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連絡嘅小氣風，同人講鳳山呢有乜嘅無窮樣嘅一啲分科。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先已經有講到講，其實對於歸來屏東一件事情，對你來講唔單止講係一啲生涯發展嘅事情，其實係一部分即係該珍惜啦嚇。其實對屯陸客人上下，我都講相處嘅一啲時間。咁像咱哋歸來屏東以後。一部分的眼望有特色，有，就是多陪了家人，对啊，然后同时其实现在都是流行这个斜杠人生，对，刚好在工作2年后啊，一个我们之前也有来我们这个福气来有介绍过我们这个老爹炸酱，对啊，就是因为老爹他退休了，所以后续我们又把他找出来，就是。跟老爹一起来合作，传承了这一个炸酱面，对我来讲也是在对于地方上一个乡土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与情怀啊。因為我有看到幾擺節目，都講同老爹炸醬面都重新，因為老爹要退休嘛，但是你會希望講，也咩人可以退休，但是米頭冇跌係。但係我想問哦。當初對老爹炸醬面這麼安有印象咯，萬事都從哪裡食哈？嘿啊，奶奶是230年呢，對，吃到現在，從小時候我們就是國小的時候就會騎着腳踏車啦，就是一起去找老爹來吃這個麵這樣子。但是有啲人會講，咁你做嘛想要用講推廣嘢東西，唔係講以學習嘢嘅術語咯。也都有啦。对，當我把它學起來之後，其實我一直都會在想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點更多不一樣的。對，雖然我是放射師，可是我也可以來做一個地方傳承，我們可以來賣這個炸醬麵，把這個老爹的這一份精神傳下去。對，在這些過程中，其實我們也開始接觸一些在地的小農。對啊，我們也有在推廣這個水耕蔬菜啊，與這個小農的一些商品這樣子。對啊。等於講老爹炸醬麵變成係一個我哋講魚頭，對，它是一個。但是呀，魚頭其實唔單止講係老爹炸醬麵，最主要係講伊其實係保留嘅係在地人的記憶啦。對，因為像我講，就講你講，唔到30歲都是得30年，兩十兩年嘛，至少萬歲是亂的事的。但是對於在地的領導人來講，把老爹炸醬麵真的如一個幾多在地人共同的一個回憶。等於講，嗰種野味東西可以繼續留下來嘛？對幾多人來講，係一個記憶還可以存留下來的東西。但是對近家嘅鄉村來講，話都等於講，我哋有幾多嘅人來保留嘅東西嘛，消失了。咁人頭有同講嘛，有同小農合作，小農合作，希望講一等人可以睇菜地嘛，可以有啲生意可以做，至少可以睇我哋上下可以即個可以成辦。咁我哋講即個後來有啲問老爹老六隊，了六隊。咁我哋一開始係一啲要對這方面到小農方面的產品對，然後後來我開始變成嗰種一啲旅遊產品樣咯。
我们会希望说，是不是可以做到像这个在地创生、地方创生这样子啊？对，我们虽然这个老爹炸酱面，我们卖这个炸酱面啦，但是我们并不是这么看重我们的收益方面，对啊，我们后来也有推出我们爱心餐啊，我们供餐给社福机构，然后甚至我们也有推出爱心餐，然后再把我们的收益再回馈到这个爱心餐里面。可能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副业啦，所以并没有要求说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也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试着跟在地做出更多的连结？应该说我们一直都会在我们的粉丝团，就是开始来推广我们在地的商品啊，一些好吃的店家，对，或者是一些我们觉得当地很特别的东西啊，去把它介绍，把它写出来这样子。对，后来啊，我们遇到了我们这个讲课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阿忠哥，对，然后他会觉得说，哎，我们这个大家来看的时候会不晓得你们卖面呢，还可以来做呀介绍的底安的啦，建议我们可以把这个得分开来做，对，所以我们后续也想想，哎，这样子也对，才不会让就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人就是不晓得我们在做什么这样，对，所以我们后来又创立了这个老爹料理队。老爹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精神的指标，我们希望延续下去。对啊，六队就会是六队我们这个屏东啊、高雄这些南部的6队地区啊，以这为主轴这样子。对，在我们做的过程中呢，其实也会跟大家各地的商家一起来合作，对，甚至希望可以做到在地创生这样子，地方创生。像是引述一位在我们木林甜心，也是我们在地一个蛮有意思的2个女孩子所做的一个他们做的一个园子啦，对，会做一些食农教育啊，也是很符合我们这个地方创生的一些理念在，对，我们也都有蛮密切的在做一些合作这样，对啊，引述就是他们从地方青年上讲的一句话，就是故乡的土不够黏，根扎的不够深啊。对，这其实也反映了很多我们这个离乡的学子吧，大家都北漂了的一个心情啊。对啊，会觉得说，我们地方上啊，虽然有很棒的美食，很好的一个文化在，可是这个好像土不太够黏啊，周边的产业没有办法把整体带起来啊，所以相对的，在这里工作的机会啊，工作的待遇啊。看一看还是去外地讨生活比较实在这样子啊，对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引述到老爹料理队，我们就会想要是不是我们可以集结我们大家有想法的一些年轻人，大家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做点什么，对，所以就会试着来尝试，从这个老爹料理队来介绍起我们周边，然后带起整个区域未来愿景啊。但是如果希望讲利用老爹料理队啊件事情，希望讲透过你的平台啦哈，那个资讯的平台，等于讲，比方他个人可以有一个曝光度，好，有个曝光度，等于讲企业的那个镜头上面，他不他个人看到的六队的产业，同时本他个人有的曝光度以后，他个人可以生意个好，好可以继续提，也要这家股上。高这个上高生发，同时嘛可以留一啲股上地方，係人當初最希望達到嘅部分。對。咁問題，那頭頭其實講到最重要嘅東西，講人到一開始係有啲那個老爹炸醬麵嘛，嚇，後來有一啲老爹料理隊。其實我想始終嗰個講我冇唔錯啦，嚇，因為其實產品係產品，但是有對產品我哋講衍生出來的某客戶嘅服務係另外一件事情，兩個事情冇搞混在一起。但是一方面嚟講，至少可以提供也係你的企業關懷的部分，好，企業本體係老爹炸醬麵，但是企業社會關懷的部分係也塊。咁像這種其實頭頭一開始經講一件事情嚟講。其實對於收益這件事情，你們不是很在乎。對，因為其實我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啦。對，以我而言，就是我的本業還是放射師為主這樣子。對啊，然後我們另外一位小編2號，他本身也是二胡老師，有音樂教室。然後老爹就是他也不想做太累，他畢竟他也退休，又再被我們找出來。對啊，所以也是身體因素啦，年紀到了，想要多有點休息時間。
对啊，所以我们也就希望能够把这个东西传承一个精神得传承下去，然后我们也加了很多的公益元素在里面，然后也会有很多就是认同我们理念的人，对，就是来支持我们的炸酱面这样子。他就透过这个平台，还有人认识的小农啦，某人认识的其他商家，差不多有多哦，很多哦，几多呢？像是我们这个广妹来金客家酱油啊，还有这些木林甜心啊，刚刚提到的，还有这个永信合作社啊，做香檬的啊，我们其实大家也在地方上生根啦，所以就会一起集思广益啊。像我们最近可能会想要做一些课程相关，然后结合一些食农教育啊，然后用一些在地的素材来拼出一些像是亲子活动啊，做一些小劳作啊这方面，对。因为头都讲嗰個比如說廣美來金啦，哈，譬如說甜心木林啦，而且佢本身都每等都有每等之間嘅一啲可能講影響權啦，哈，無論講你嘅認識的一種可能，但是可能每的可能有大有小，哈，但是你全部串聯在一起的時候，也就變成一個大圓。好，就變成講的資源分享，然後共享，然後等等，甚至是我們的資訊共享。好，就變成每天也不能有一些有經營他自己一個小小的顧客圈，好，客人群，但是你的全部你混合之後，如果變成一個歸台的一個對於我哋南部的一種影響，如果講有個南部地方都有一條。好，一條商家，無論有個平台，無論有一條產品可以來，一片的時間搶下去用去留了嘛吼，冇去參觀嘛吼。咁你這個地方其實頭講一條社團地方，其實幾多路係我哋客家社團，好，無論客家商店。咁對客家一件事情，對唔人來講有乜個意思冇？客家人自家就係客家人啊。咁其實你看做到更加，你對未來有冇個想法？其實並沒有特別設限說未來一定要成為什麼樣子，但是我相信在這一些過程中，你會遇到很多人，對，然後會去改變你的每個思維，對啊，然後來決定說你未來想要怎麼做，對。佢入面節目觀眾朋友，我發現到講，其實期望係一個規定以下嘅生意嚟，其實最幾家要求嘅，可能講唔會講幾多，但是如果佢監察也要身邊有幾多人聽屬於同時，最重要係對也要土地，對也要家庭，其實有啲幾層嘅感情。基本嗰啲感情，我哋期望到那現場同分享很多樣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有時間我哋聽下啲現場來傾下用聽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